信用灵魂，也久久长长照顾咱每一个人。有时咱的生活就亲亲像做老母的人一样，会有重担，会有操烦。面对环境的风影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心内一定有侪话想要对主讲，对主来祈祷，求主赏赐平安，亲自医治病痛，困难通得到解决。这个时阵，要邀请兄弟咱做伙安静咱的心，亲像细囝享受伫老母的怀中一样。咱无看环境，无看咱家己的软弱，独独注目伫这位创造天地的主。咱要用这首听我的祈祷，专心专意陪伴心，来到主的面前敬拜祈祷。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教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前进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是为的顶摆，保护我无日试探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器具，主听充满世界。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教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前进。愿你是为的顶摆，保护我无日试探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器具，主听充满世界。咱做伙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。第一，咱为着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，领受亲像老母疼细囝的生命力，感受上帝亲像老母保护细囝的心，互咱的灵魂伫主的内底得到真正的安息甲把助。圣经有记载，上帝疼咱，就亲像老母疼小在饲奶的婴仔。有两位圣经节咱来看，以赛亚书49章15节才讲，老母减话袂记得食奶的婴仔，也是袂疼惜伊的亲生囝。老母减话袂记得，老母若话袂记得，我绝对袂。诗篇131篇第2节，我的心安稳平静。亲像长冷的婴仔，我伫老母的形情，我的心亲像长冷的婴仔，安稳平静。只是为着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，互咱的生命毋若甲主三甲个人，更加要享受伫主的怀抱中，迄种领受永远无煞的疼。咱做伙开声来祈祷，为你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。上帝，感谢你用大慈悲来疼惜阮，伫母亲节的主日，享受你的疼，就亲亲像老母疼惜细囝一样，照顾保护，无离开也无弃杀阮。
恳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的生命深深定根伫你的听内面，亲像细囝伫老母的怀抱中得到安息，互阮也伫你的内面得到灵魂的帮助。恳求圣神洁净阮，除去阮心内的烦恼、恶杂甲不安，互阮逐日生活拢有主你的带领，活出有盼望、有喜乐的人生。阮当心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，阿门。煞接人为着每一个家庭、甲母亲，特别是女性的中辈来祈祷，因真侪家庭祝福的源头。伫母亲节，咱毋拿敢若看到阿母的辛苦，搁较重要，咱看到上帝怎样透过女性将疼甲生命带入来伫每一个家庭。福强教会设到50年，有无数的妈妈、阿嬷因用目屎、用祈祷守护这间教会。当这个时刻，咱要特别为着每一个女性、每一个教会当中的女性的照顾者，不管你是妈妈、你是阿嬷，还是这是亲像老母点点静静照顾人的姊妹，你每一个人拢是上帝设立伫家庭中祝福的源头。咱嘛知影身躯边有家庭当咧经历病痛、经济压力，或者是家庭关系有伤痕，这个时刻要邀请咱大家当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赐下医治的力量。咱为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母亲，为你所关心的姊妹，通真做家庭教会的祝福源头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源头，我用感恩的心，将教会每一位母亲、妈妈以及女性的照顾者交托给你。感谢你透过因温柔的手，甲坚定的祈祷，互阮看见你眷顾甲信仰的传承。求主施阮，修饰因有勇敢的身体、喜乐的心灵。伫因为着家务、囝儿是细咧烦恼、疲劳的时，做因的瓦靠。求主赏赐属天的智慧，因带因，互因有健康的身体、喜乐的心灵，也因带厝内细囝儿行伫真理，互因的家庭照着这份女性的才德，领受满满的福气。主啊，伫这个喜年的时刻，求你的灵进入每一个家庭，亲自来医治病痛中的母亲，除去关系中有破口或者是冷淡。而你所疼的每一个家庭，通甲你三角用你的疼重新结连，也求主安慰每一位母亲的心，互因伫你的内底无有惊吓，无有挂虑，互福强教会每一位女性，拢通真做福音的出口，生命发出基督的清香。阮当心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。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阮的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赐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见证。愿你甲阮同在，做我是为的顶摆，保护我无入试探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阮同在，将我放伫你手内，做你极盛的器具，主听充满世界。煞接，咱要为着福强教会50喜年的宣告使命，兴起新时代的传承甲展望来祈祷。咱知影，
一个老母伊上大的荣耀，就是生命的诗团。福强教会设到50年，就参亲像一位成熟、充满稳定的母亲。上帝对咱的期待，毋那只是守着这间教会，更加是爱咱每一个人，真做亲像一个有生产力的老母，为着天国生产出更较多福音的囝儿。50迄年是扫角响起传播好消息的时刻，咱要为着教会牧者、中职、会友每一位同工来祈祷，互福祥教会毋那是庆祝过去的稳定，更加要兴起，成做这个社区、这个城市的祝福甲出口。也请咱做伙每一个人拢开嘴、开声来为着教会的宣告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福强教会设立50周年，往年献上上大的感谢。这是一个稳定的喜年，求你兴起3位牧者、中职以及所有同工，相思愿有合一的心，互福强教会亲像一个充满疼甲力量的大家庭，恳求圣神恩阮来分开，点导阮宣告的热情，刷开一切阻碍甲惊吓。互阮持守伫真理，勇敢来行出去，将好消息传播予受苦还有欠缺的人。互福强教会亲像一位有生产力的母亲，不断的生产属灵的囝儿，伫生命，互因的生命伫遮得到救赎甲盼望。也愿阮的祈祷，毋那干那是祈祷，而且要带出实际的行动，得到主你的欢喜甲接纳。将一切荣耀、荣光拢归伫天顶的爸，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着性命来求。阿门。最后，咱也要为着今早起的主日礼拜，咱的服侍团队来领受活水的供应来祈祷。咱用敬虔的心，陪伴领受上帝话语的供应。礼拜毋那只是坐伫遮坐咧礼拜，这嘛是一场心灵魂的宴席。咱要为着夏牧师今早起的分享来祈祷，求主圣神高我伊的嘴，互伊的信息就亲像活水灌压伫咱的心灵。相信咱也要为着每一位服侍同工，不管是伫门口接待、交通指挥、咱的主日学老师，或者是咱的音控、敬拜团队，恳求主，互每一位同工的服侍，拢通真做芳芳的坐。互整个礼拜对第一首诗歌到最后的祝福，拢充满上帝荣光。咱做伙开声，为着今早起的敬拜、今早起的服侍来祈祷。阮将今早起的主日礼拜恭敬交托伫你，恳求你的圣神，亲像风，亲像活水运行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中间，除去阮心灵的疲劳甲烦恼，陪伴阮的心田，亲像真做软软的土。求你特别恩膏夏牧师，互伊伫咧传讲圣经真理的时，满有气力以及权柄，互信息真做阮生命属灵的美娘。也伊伫阮稳重，伫阮心内的上魂，引带阮伫未来的道路。也恳求主看顾每一位服侍同工，无论是门徒学校、查经班、新朋友的接待、心灵专家、微光咖啡，或者是主日学老师甲同工，求你互阮有同心合意，若是做工，更加是用生命来敬拜。互每一位来到圣殿的人，拢通伫遮甲你相拄。生命得到反转甲改变，愿阮的敬拜得到主你的接纳，一切荣耀荣光拢归伫你。我当心伫你的面前，
拜咧，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听咱祈祷的声，因为救恩、恩望、甲快乐拢是对伊来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时要邀请咱兄弟做伙起立，甲你的厝边隔壁讲：主的喜乐是我快乐，主的喜乐是我快乐，主的喜乐是我快乐，主的喜乐是我快乐。喜乐是我快乐，你的救恩是我恩望。虽然橄榄树无实现，葡萄树也无结果子，我也不会因为主欢喜快乐。主的喜乐是我快乐，你的救恩是我恩望。虽然橄榄树无实现，葡萄树也无结果子，我也不会因为主欢喜快乐。我要学了，无论变是也不变是，我要学了，为你主到底了，我心更多的为你我无停，我要学了，跳舞学了，我要学了，自由学了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先问候。主的喜乐，主的喜乐是我快乐，你的救恩是我恩望。虽然橄榄树无实现，葡萄树也无结果子，我也不会因为主欢喜快乐。主的喜乐是我快乐，你的救恩是我恩望。虽然橄榄树无实现，葡萄树也无结果子，我也不会因为主欢喜快乐。我要学了，无论变是也不变是，我要学了，为你主讲喜乐，我心更多的为你我无停，我要学了，跳舞学了，我
咱的乐乐的宝座殿，上帝。